再来看台南市南区的南道里，因为民众囤真侪回收物，环境是真垃圾，民众是定定去检举，嘛真怨叹讲，拢无法度改善。环保局是强调讲，是为着避免冲突咯，伊嘛过来进行稽查。南道里的里长四界咧巡视，去拄到长期伫遮甲捡来回收四界坑的查甫人。我不偷不抢啊！两个人拢家己讲家己的，不过亲像车棚的厝顶或者是机车的停车场，互人黑白坑粪扫的情形，已经互社区民众困扰几啊年。路用的摕去咧，无路用的等粪扫车等就好啊。电话拢则走袂离啦，这个呐，这个里面啦吼，是啊，咱讲真的啦，因为伊拢敢歹敢骂。 啊，都惊到，拢偌大声嘞，拢含着小将。是暂置你暂置的地方。我有时候都是晚上做，白天给它收起来，垃圾车那个时间点再给它倒掉。最近有民众甲环保局检举，讲清洁队的人员甲粪扫收走了后，却看到这个查甫人甲回收捡回来。不过清洁队的人员煞哪像当作无看到共款。把垃圾捡回去车上，然后拍个照片，然后。 就让那个拾荒老先生把那个垃圾从资源回收车上面拿下来。对啊，大家可能就是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也嫌麻烦吧。同仁为了避免发生后续的冲突，就先行初步整理之后拍照离开。那本案近日将会邀集相关单位来办理联合稽查。 环保局强调，绝对无放牧或者是凊彩处理的情形。若长期有粪扫黑白坑占用公有地这项代志，已经对社区造成困扰。环保局嘛会找相关单位来联合稽查。记者台南报道。